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陈明珍。台湾老美国双方停停5年嘅立法会议呢，都成立3月初10重新来恢复谈判哦。所以嘅立法是讲就贸易啦、投资加嘅协定啦吼。台湾方面希望老美国签订立法以后呢，做嚟进一步老美国签订 FTA， 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重新来提升台美双方经贸投资嘅关系吼。也希望签订嘅立法 FTA 以后呢，进一步来签订了美国来主导嘅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嘅协定吼。也希望讲一连串嘅感染，就全球一个企业性嘅经济组织呢，做到留台湾嘅出口导向嘅工业产品呢，所以让摆到进口来的国家时间呢，所以唔是关税啊，这种减免关税部分哈，那对台湾嘅出口产业来讲，系非常大家就利益啦哈。不过，但将喺老种嘅立法呢签订下去以后呢，台湾嘅农业嘅产出呢，一年是有721亿嘅损失按度哈。但是工业方面呢，有3000亿按度嘅收益哈。所以看起来农业部门诉讼严重，但是工业部门得到利益是非常大。都大到你也重新让美国恢复谈判立法以后。你政府部门对农业部门的部分的损失，係咪已做好相關嘅政策嘅當天能夠做規劃呢？像今日有請到政府部門，能夠農業經濟方面嘅組織單位嘅專家學者共同參加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係你行政院農委會國際處嘅副處長蕭忠瓊，蕭副處長你好。大家好。稍後歡迎收嘅係中興大學嘅應用經濟嘅教授陳吉仲陳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稍後歡迎收嘅第3位來賓係成立農國研究團隊嘅執行長杜宇杜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稍後歡迎收嘅係台灣農村陣線嘅發言人蔡培慧，蔡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聽話講到吼，台灣希望到禮拜到美國嚟種嘅恢復立法嘅談判以後呢，做到嚟進一步嘅加入屬於TPP 嚟種跨太平洋嘅種嘅夥伴關係地位度吼，都係嚟就一連串嘅種嘅加入式嘅種嘅較開放嘅自由經濟市場嘅種措施，對台灣嘅農業嘅生產呢度影響呢，請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今年5年人嘅台美立法會議總算係3月初10再個復談，不過美國提入來會議後，還係用開放美國總入進口做談判嘅條件。It should be of no surprise to anyo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raised and will continue to raise the importance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being based on science and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我們的院長跟我們的總統都已經承諾，在他的任內不會改變。會議後，美國要求美國總入進口，我哋嘛堅持牛豬福利，同時嘛表態想要加入 TPP 嘅想法。讓我們未來呢能夠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以及這個區域全面的經濟合作夥伴的協議。對我哋要求美國方面才表示，加入 TPP 唔係美國單方面要求就做得嘅。做嚟加入 TPP 嘛，可能唔係美國講話就算數，唔過係喺美國主導嘅。故數係唔係做得睇立法嘅談判後，被美國方面滿意，才係關鍵。我哋歐洲碼嘅來往自由經濟也塊太平。我們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做過調查，如果我們加入 TPP 之後，我們農業的產值可能會減少24.42億美元。經濟貿易嘅打合，農業在百變做犧牲大，唔過台灣農業相對一個可能減少1年大約台幣720億。農業產值嘅自由貿易相關嘅談判，了解晒係挺有限嘅。然後我想請教，就是說，你知不知道TIFA？不知道。TIFA咱即馬是講啲產地吼，咱較唔知影全部了解講 TIFA 是什麼。大概就是在簽訂貿易合約之前的一個。正式的在桌面上的談判。自由經濟貿易可能會幫台灣嘅農業減少33嘅年產值，實做嘅創造工業106億美金，將近係4.5倍嘅產值。一個工業同農業之間係用色樣態還係面農。好，看睇呢種新聞影片，都係喺台灣嘅
产业经济发展搞到更加好，也让免农嘅一条路啦哈，当然也非常非常严重哈。先来看一下哈，台湾老美国签订 TIFA 係會產生嘅連通嘅影響係乜嘅？TIFA 是條講到貿易樓價投資架構協定啦哈，再來係簽訂 FTA 自由貿易協定，過來可以講嘅所謂嘅 TPP。雖然咧係 TPP 目前係以美國為主導，但是並不完全是美國的意思，哈，說了就算哈，因為 TPP 本身還有其他嘅國家簽到啦哈。因其他影響是講借由自由貿易協定得到關稅同盟哈，還有這個共同的市場。咁喺 TPP 中來講，一種這個老 element 同共用嚟講，跨太平洋一個經濟同盟哈，用嚟看了哈。想要強調一下，我們這個蔡培慧蔡發言就是說，我們剛剛已經講到這個對農業的損失是很慘重，可是整體來看，好像是我們以數字來講，比拳頭來講，好像是利多於弊，但是我們在農方，我們恐怕要有農方自己的想法跟態度。你覺得加入這個 TIFA 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好，TIFA 是一個談判的架構嘛，哈，然後加入 TPP 之後，剛剛那個應該是也有提到，就是說在農業部門會損失700多億這樣子哈，然後換回來大概就是工業跟服務業的3000多億嘛，哈。但是我們要講，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推估是不是合理的啦？就這個推估是不是合理的？因為我們對農業的產值通常只算它生產的價值，也就是說我們只算市場價格。對對，好比說這個這一桶瑞穗鮮奶擠出來，這個我們叫它農業的產值。可是農業會因為這個鮮奶後續有食品加工啊，後續有流通啊，甚至於奶酪啊，甚至於這個 7 的服務業啊，這些其實是一個聯動的。好，除了這個後端的產業鏈的價值之外，更不要講我們在農業生產有很好的環境價值，這些我們都沒有去做合理的推估。所以等於說，我們現在只看到農業本身在生產端的市場價格，對對，沒有看到後續的這些產業鏈所帶動這些價值。我們沒有看到後續的產業鏈，我們也沒有看到它過去對環境的效益。所以我覺得這700多億已經非常驚人了。可是如果我們再認真的去思考這個產值的話，我們會問說，這樣值得嗎？哦，這是第一個問題。那第二個就是說 ，TIFA 的談判，它只是一個談判架構嘛。可是我們在談判的過程，我們就開始讓了。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我們還沒談 TIFA， 就 TIFA 還沒復談之前，我們就開放了含瘦肉精的美牛進口。那這一次的 TIFA 的談判代表來，他只來1天，而且不公布地點，不公布談判的內容。可是，在美國的這個，我們從外電看得出來，美國是要求可以談到美豬，甚至於未來要談到瘦肉精的美豬進口，對，還有稻米的。換句話說，我們的政府是什麼時候變成了一個封閉的、畏縮的、不願意去面對問題的一個政府呢？好，那我想請教一下陳老師，你覺得政府不夠誠實的原因是什麼？或者說它不夠透明的真正的理由是什麼？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因為我們不知道政府為什麼不誠實。因為以最簡單的這個剛剛所講的，會有700億的農業的這個產值的損失，如果你不承認的話，那我們怎麼會承認有3000多億的非農業的這一個淨利呢？因為為什麼國家要簽各種的自由貿易協定？就是因為在整個經濟發展裡面，對整個國家是正面的，所以我們不是反對貿易自由化，我們是反對剛剛培慧老師講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為什麼反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是因為農產品裡面的很多的真正價值沒辦法只從市場的產值來反映。剛剛培慧有舉例了牛奶，我們舉最簡單的稻米就是一個例子。稻米的產值一年生產150多萬公噸，產值只有300多億啊。可是稻米帶來的文化、糧食安全、景觀、涵養地下水、生態環境的價值是2000億，這是在貿易市場裡面我們沒有去考慮的。所以我們為什麼反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就是因為它真正的價值沒有被呈現出來。所以今天如果整個國家因為整個大方向要走貿易自由化 ，OK， 那你怎麼把農業部門所剛剛產生的那些我們叫正面的外部的價值，你把它補償給農民？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絕對不會去反對所謂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顯然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但是農方必須要農方的態度跟農方的抉擇，或農方的發言的權利，爭取自由的權利哦。那我們農委會目前這邊針對我們要談 TIFA
面对这样的两难，已经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了吗？或一个共识？刚刚有提到说，在那个两难的这个问题，对农委会来讲没有两难的问题。为什么？TIFA一定要谈，但是我们在农方在谈 TIFA的立场是，一定要以农民的权益为最高的优先，然后以国民的健康为我们最主要的考量。所以刚刚我们在影片上面也看到，农委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美国要谈瘦肉精的美猪进口的话，我们是不会同意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坚定的。那刚刚有提到说资讯公开的问题，我想谈判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比较专注到说我们要付出的部分。在这次的 TIFA 谈判里面，我们也跟美方争取了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心兰能够带戒指到美国去，这方面我们也极力的争取。那我们可以从94年我们跟美方争取到蝴蝶兰可以带戒指到美国去，我们也成功了。94年美国本来是我们蝴蝶兰出口的第2名的国家，从96年起因为这样的开放，它也变成第1名的国家。所以我要跟各位说明，刚刚陈老师和蔡老师他们的呼吁，包括说我们的资讯要公开，包括我们谈判的立场要坚定，这些我们农委会作为农业的主管机关，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到。谢谢。好，那我想接下来请教杜老师，就是说这个文心兰或蝴蝶兰不见得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摆了哈，但猪肉跟大米哈，3餐可能或每一餐大部分台湾的这个国民都会吃得到啊。这边说农委会说它是寸土不让，可是我们担心的是另外一块啊，但是我也不能因为一块猪肉就影响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那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政府很奇怪，每次谈到这个所谓的经贸谈判的时候嘛，我们很容易就是把农业拿来当做一个先锋，然后又没有把整个因应对策，还有这些后续的善后这些方法讲得很清楚、讲明白，所以让农民忧心忡忡，甚至农民有一种以金逼农的这种不良的观感。何况呢，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美猪进口啦，这些其实刚刚也提到，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经济的议题，它还包括了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社会安定等等问题，甚至它是攸关到数千的这个产值跟数十万农民的生计的问题，所以其实知识体大。那我认为，政府官员在对外说明的时候，我希望他的态度应该非常的审慎，以免让农民产生一些不良的观感。而且世界上各国对先进的国家对农业也都会给予适当的这个保护啊。我想不是只有台湾而已我们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等一下后面可以谈。那我觉得政府在面对所谓的自由贸易上，我觉得政府准备还是不足，那不能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对农民不公平，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老师哈。台湾讲到无论喺签当，南美国签当 FTA， TIFA 也讲 FTA， 最主要还讲希望加入所谓以美国为主头嘅 TPP 啦哈。到底 TPP 嘅國家有哪條呢？使到看種圖面去計算。也講到 TPP 涉及成員國家分布其實跨太平洋，所以到太平洋順體嚟嘅國家哈，像北民族嘅加馬泰啦、南民族嘅秘魯、智利都算在內哈，叫做紐西蘭啊、歐洲啊，甚至那種越南、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都算係呢個 TPP 嘅成員之一哈。然後日本呢，也如果嚟打入 TPP 嘅談判哈，但是日本講得當清楚哦，日本講米、麥、牛肉、奶製品個韓國糖咧，5項農產品做唔得進口日本哈，咧而且對佢農業來提出一條嗰種保護嘅一種嘅機制哈。我想問一下，就是說蔡老師，您對於這一連串對農業來講是個骨牌效應嗎？還是說這是一條不得不走路？農業的犧牲是必然，但是要看看政府怎樣來補償農業，要這麼悲觀的去思考這個問題嗎？好，我覺得加入 TPP 大概就是為了一個所謂的自由化嘛，好，那我們就要問台灣不自由嗎？所謂的自由，我必須要強調哦，這裡講的自由不是你跟我去菜市場買菜的自由，是資本的自由，是資本流動的自由。所以他要看哪個？他要看工資嘛。可是我告訴大家，目前台灣的工資是比韓國還低的。
那他要看什么？他要看税率嘛。台湾的这个对企业的税率是8%，也比韩国要低的。换句话说呢，不管是工资或者是税率，我们都比韩国低。可是我告诉大家，台湾劳工的生产力，它创造的生产力是比韩国要高1成的。就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来显示，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所谓的自由化的考量，台湾的表现非常好啊。台湾的表现非常好啊。换句话说，一昧的以更开放市场、更让资本容易流动，就认为可以解决经济问题，我觉得是错的。我觉得是错的。我们必须要面对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美国这样持续的依赖吗？事实上，这个形态已经改变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对美开放农产品，以及后来加入 WTO？ 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它现在还是啦，跟中国在大概就是我们的前1、2这样哈。那在这个贸易的这个量体之下，好。可是我们是把美国当作市场嘛，我们一直在输出我们的工业产品，然后美国卖我们农业产品嘛。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哦，2000年的这个金融危机、跟粮食危机、跟石油危机之后，这3大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都在重新找他们的策略。奥巴马最重要的就是要扩大它内部的生产，为什么？因为它要提高就业率，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扩展我们的新兴市场嘛。我们的新兴市场其实先前这个马政府在签 ECFA 的时候是提过的哦。他是说，如果我们签 ECFA 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在中共的某种程度的协助或默许或怎么样的情形，我不知道了哈。跟这个东亚，就他现在已经东协10+2或+4来做比较好的这个贸易流动嘛。我们的新兴市场是不是在那里？或者是我们的新兴市场在欧盟，我觉得这个题目要先厘清，我们才能够来评断我们要不要加入 TPP。第二个是 TPP 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它现在会长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它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所以日本非常强烈的反对加入 TPP， 可是我们却完全毫不保留。换句话说，你完全不知道你即将走入的是什么险境，你就莽莽撞撞要很快的闯进去，我觉得这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来宾讲韓國部分，到底美國同韓國簽訂 FTA 以後，對韓國跟產業產生哪種影響？來看一下圖面的說明。韓美嘅 FTA 前後關稅冇影響哈，韓國出口美國8628項嘅產品為零關稅，係咪唔是關稅哦？差不多82%呢，82%嘅部分呢，就係產品呢唔是關稅，會增加2068億元嘅台幣按度嘅產出咯，所以增加35萬億超入機會哈。另外呢，會分階段哈，10年之內取消美國主要韓國牛肉嘅關稅啦哈。唔過韓國要講得清楚，米做我們的進口到韓國了，但是美國同韓國簽訂 FTA 以後，對台灣嘅影響係乜嘅呢？所以看到嘅哈，無論咧實質嘅 GDP 係總出口量咧、總產量都會減少哈。所以看到係美韓簽訂 FTA 對台灣的影響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陳老師，就是說，其實我們跟韓國看起來有很多出口的這個東西都非常非常的像。大概60%-70%哈，不管什麼3C 產品啊、石化、機械等等啊，都很像。那我們這樣看看韓國的經驗，再想想台灣。當然，台灣跟韓國的國情不一樣。那我們在這一波裡面會像韓國那樣獲利嗎？還是說其實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呢？我們從美韓的這個自由貿易協定裡面，回到農業部門，也是有很多可以給我們一個所謂的正面的建議，就是說韓國跟我們國家的一些農業的生產是很接近的，所以美國跟韓國在簽自由貿易協定之後，而且已經開始實施了。自由貿易協定不是說今天簽了，今天就有影響。比如說它是10年才把雞肉零關稅，15年才把牛肉零關稅，20年才把梨或是其他的水果零關稅。所以我們應該從美韓這樣的一個談判的過程裡面，韓國自己評估它真正農業部門會受影響的。就是只有幾個畜產部門，蔬菜跟水果，因為稻米已經排除掉了。如果農委會也認為說，我們未來跟美國談判，在 TIFA 的過程裡面，其實會跟 TPP 很類似。我們比較受影響的，其實也就是在這3個產業的部門，畜產、蔬菜、水果。那我們當然要問說，如果已經知道國家的大方向是這樣的，那你不希望農業部門變成是整個貿易自由化的絆腳石？那我們的因應策略在哪裡？我們怎麼告訴我們的農民說，我們要跟美國談判了？我的養豬業、我的養雞業，我要怎麼生存？
我们的其他的水果蔬菜要怎么做调试？我想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第二个，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贸易自由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我们认为叫做所谓的慢性自杀。为什么？环顾往前推20年，我们虽然是2002年加入 WTO， 其实在1990几年 GATT 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开始逐渐的调降关税，2002是大幅度的开放，所以我们如果回去这20年做个数字比较，我们会发现说，像我们的白米，大部分的水果的实质价格是在稳定中下跌，它不会一下子就下，它是慢慢的进口增加，所以我们的水果价格是逐渐下跌。我们的生产成本、肥料的生产成本、我们的谷物的进口价格、生产成本逐渐的上涨，所以造成了我们的农民的实质所得是在下降的。我们现在跟10年前比，每户的农家所得从100万台币变80万，我在讲实质。如果每人的话，就10年前27万，现在只剩22万。所以农民面临的就是因为你的收入减少，所以怎么办？只好休耕地增加，所以农地面积不断的在逐渐的释出，从85万现在只剩80万的这样的一个可耕地面积，粮食自给率也逐渐在减少。所以日本首相已经宣布要加入 TPP， 但是他们已经估计他们的粮食自给率会有47%，最新是到27%，之前是估计会下降到13%。那这样的话，如果反过来讲，日本都已经估计这样，那我们台湾农业部门未来可能也是这个趋势，绝对是下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那我们的农业部门要怎么去因应啊？前因跟农业主义影响呢？哈，因为讲其实自由贸易自由化并唔会让农业哈达到稳定来哈。咁喺建议理由係乜解呢？先睇下林前主義嘅講法。今年農家所得啦，平均起來24%。田種田入面來有76%非農業所得，哦，你中國嘅那個數據是屬於多錢咯？啊，那個你哋嗰度唔會差，唔係一個從啊耕田所得，唔係耕田嘅部分嘅收入，哦，唔好講話嘅啦，佢未生嘅呢個兩公婆，哦，農業農民福利津貼，佢17000元嘛，2個月都14000嘛，哦。14000也個非農業嘛哦，啊那個中強水本中拍出來，我買一朵那個春14000啊。美國嘅農業同台灣嘅農業冇相同，也第一點。第二點，我哋農業有幾下項，實在佢敏感，要保護，我哋可以去談講也嘅我要保留，唔係個全部係講過拍到嘅，唔係個對每個人談全部托講。唔咩啊，係個存到內庫。好，台灣人嘅林前主義講吼，並唔係全部吼托槍槍吼大財報去老人講吼，含在留到嘅散戶都身上來談的這個你籌碼係乜解啊？但是台灣人曾告訴我講到，從20年前嘅 GATT 好關貿協定到20年前嘅 WTO 世界貿易組織，你看到20年來台灣嘅農業嘅無論係農家實質嘅收入，一個農業產出，一農品產品嘅價錢吼，係穩定中下跌啦哈。所以看到係自由經濟貿易自由化對台灣嘅農業影響，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它也許不是3年5年，但是長期20年的觀察給我們看，過去的經驗並沒有給我們太美好的想象。所以這一次我們要面對 TIFA、面對 FTA、面對 TPP 的時候，其實農民或者農方，其實像這些今天在座這些老師，他的擔心並非無中生有。那這個部分，我們同副處長怎麼樣來？蕭副處長怎麼回應呢？剛剛我們一直提到說，經濟部次長說到說，未來加入 TPP 以後，我們農業的產值會下降大概24億的美金。那一個模型是用靜態的模型去做，我們做過很多，我們針對那個報告做過很多的分析。第一，它的內涵不是我們傳統的農業，它甚至於包括煤啊、油啊、纖維作物全部都在裡面，這不是我們傳統農業的範圍。第二，它的模擬呢是在說我們農業完全不做任何因應之下，它的影響的程度。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在面對這種自由化的趨勢，這個是完全不可擋的。你看看日本，他們堅決的反對之下，在農民堅決的反對之下，他們在今年的3月，政府還是宣布他們要加入 TPP。為什麼？因為 TPP 它有它實質的利益在。
那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农业在这一波的自由化的趋势里面影响最小？那我想接着请教我们杜老师，就是说，刚刚我们听到我们肖副处长这个说明了哈，显然政府是一体的。经济部都没有问过农委会，就率尔发表这样一个数字，让大家吓得半死哈。那现在这个真正的数字要等到6月份才会公布，那表示说，政府面对 TIFA 或者是 FTA 或 TPP， 他态度要如何让我们相信他是很慎重的，还是说他就是反正我就一头往前冲，我就不计毁誉，我也不计成果，就是做下去就对了？刚刚我在前面谈到的就是第一个，政府要发言非常审慎。其实我暗示就刚刚谈到的问题，我们中央政府各个部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然后一旦说出来的话，这些数据非常的清楚，然后面对这些损失，到底政府有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这些都要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才能够农民才会安心。否则现在农民整天这个人心惶惶，到底会影响多大？到底哪些产业会受到冲击？到底对我有多大冲击？然后政府到底有什么因应措施？我想，如果各位到农村去，我相信很多农民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我想这就是政府有没有准备好，而且政府要审慎发言的最重要问题。然后另外，我想在这里可能要补充一下，农业它不是只有单纯的那个产值的问题，而是它还有其他的环保、文化啦，还有这些土地涵养这些问题。所以它不是刚刚我们都一再强调，农业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值。对，所以很遗憾的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在谈到我觉得这个未来，我希望不管是政府的官员，如果在谈到农业因应还是对农业的冲击，我希望能够把其他的这些因素都算在里面，提出一个比较正确、比较能够让学者专家信服的一个数据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像上班团节目谈论到讲迄种的自由经济贸易的必要性，韩国也重要性，再来讲到迄种自由贸易经济对农业影响很物解呢。像经过一番的讨论以后，大家可能有初步的了解了哈。等下广告以后继续讨论像替线的农民来提出佢哋問題，請台東來賓來回應。歡迎中央新聞 TV 節目現場上一堂節目講到，台灣人美國列下來重新恢復談判 TIFA， 希望加大央行嘅機會，沙定來談 FTA， 甚至加入 TPP 啦哈。呢連串嘅經濟貿易自由化過程當中，對農業影響係物解呢。像列下也強調嘅替線嘅農民哈，常常其實都農田地位都替線工作嘅時間，面對樣形態嘅經濟嘅變局，對農業嘅影響係物解，其實新冠都會發係物解呢。會很擔心，因為你零關稅，你可以大量的進口國外比較便宜的農產品進來。那可是這些東西的前提是石油很便宜的時候可以這麼做。這麼便宜的農產品進來，眼前我們擺在眼前的是我看到我們家種蒜頭，可是就是常市面上會看到中國來的蒜頭、阿根廷來的蒜頭。那本土的蒜頭常常因為就是比如說市場量比較少，那可能政府就會那就是進口一些國外的蒜頭進來平衡那個價格。會，如果是零關稅的話，對農產品會有影響，一定也會有影響。為什麼？因為美國的有機農產品也是很有優勢。在農業式微的狀況下，就是農業不被重視的情況之下，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你農地不斷的轉作他用，不是拿來蓋房子，就是拿去開發做工商業用地。那可是一個國家裡頭可耕的農地是這個國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增加的財富。你上個後生嘅農民在講喺台灣未來農業嘅新希望啦哈，新的生力軍，然後更看到，這三個其實農民都還蠻年輕的哦，他們也是就應農委會這個什麼轉型啊、升級，他們也是做有機啊，然後去做這個友善市集啊等等，試着找出不同的永續的友善的這種經營方式，或者小農面對小農這樣的一個符合台灣的生產形態一種通路哦。那我想先請教蔡老師，你怎麼樣看這3位年輕農民所提出來的問題跟擔憂？
我想这3位农民就是给我们展示了说农业是非常有尊严的啦哈，它其实是透过自己身体的劳动跟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来生产这个健康的食物。那事实上，我觉得台湾应该走这个模式，当然我们可能也要适当的小型的机械化。换句话说，我们是有一群很有技术的农民，我们也有一群很识货的消费者，但是我们中间的讯息是断裂的。比如说，我们应该是做很好的食品标示，让消费者很好的选择嘛，那才可以直接的鼓舞农民。可是我们现在的食品标示，坦白讲有法规，但是执法没有很有力，特别是散装食品。那另外我要讲就是说，光是农民有这个自主的尊严还不够，因为结构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刚刚前一段我们有看到那个前农委会主委林享能的说法嘛，坦白讲我非常讶异，因为他最后是说，反正我们总不会让你脱光光，还会剩下内裤。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对农业跟农民农村非常的不尊重。他自己作为农委会主委，而且事实上他当年加入 WTO 的过程中，就是到美国，我还记得我看过这个资料，他在台湾的机场讲，他一定会保护这个台湾的稻米。换句话说，有一个叫做弃猪保米的说法，可是他到了美国谈判的结果是猪肉也进口，米也进口了。第二个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资讯公开是重要的利器。这个除了食品标示的公开，还有我们刚刚讲统计数字的公开嘛。前面不是讲这个经济部在这个公布这个数据之前，没有跟农委会这个商量嘛？我觉得这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部他已经注意到农业会有影响了，可是农委会反应比较慢。那第二个是经济部在衡量这个台湾的整个产业布局的时候，是没有把农委会放在眼里了。这个我们也替农委会抱屈啊，甚至于我们觉得农委会应该跟农民站在一起，尽量的把资讯公布。农民的声音越大，农委会在国内的政府部门跟国际的谈判桌就更有利。美国跟韩国谈 FTA 的时候，韩国农民激烈抗议，就变成说，稻米不可以进入到韩国去。其实这个可以借力使力的了哈。那我想让我们的萧副处长来帮农委会讲几句话，是不是真的如我们刚刚蔡老师所说的，农政单位是这么样的退缩，这么样的保守？农政单位没有退缩，也没有保守，也没有不诚实，也没有反应慢。那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农委会主要的目的就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着力一定比经济部、比其他部会更多。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说，自由化它其实已经是不可挡的趋势了。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日本跟泰国他们签了 FTA， 结果泰国的毛豆到日本去，它的关税是0关税；台湾的毛豆也到日本去，我们的关税是6%。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我们竞争力因为没有 FTA， 所以消失了。那因为在最近的几年，我们从去年底 WTO 的统计数字来看，去年底全世界的 FTA 达到540个，台湾只签了4个，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急起直追。那刚刚我们也看到，我们韩国他们在签了 FTA 之后，它的出口即便欧洲它的经济环境非常的差，但是它的出口增加，它的投资增加，台湾的竞争力就降低了。那可能主持人要问我说，这跟农业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大家讲的，政府是一体的，国家也是一体的。那我们农业，我非常赞同刚刚杜老师、蔡老师还有陈老师讲的，农业要争取的是什么？农业要争取的是政府的澳元，让我们做很好的转型。台湾那个社会付出的讲到，其实自由化迄条无办法推转去的路，一定会行下去。但是从韩国来看看韩国的经验，都在韩国人民国签当 FTA 以後，對於韓國農業損失有幾大呢？韓國嘅政府部門要對農業嘅損失提出樣板型嘅對應盤法哈。FTA 以後，韓國農業損失畜產類大概是258億，谷物大概是145億，水果類大概是123億。蔬菜跟特用作物大概是557億哈，加起來差不多是500億啊，減減到600億按多啦哈。再來看到係順勢按太以後，韓國政府對於韓國農業提出樣板型嘅補貼呢。好，韓國支援農損的資金和配套哈，這個是台幣的金額哈。其實我們看到，它花的最多的是3000多億，是在改善農畜漁的體質，比如說人力啦、環境啦、生產等等這個部分。再來第二高的是加強競爭力，比如說農漁畜牧的這個設施啦、品質啦、通路這個部分哈，都有這個是最大比例的啊。
当然也有一些什么，比如说短期的补偿啦、追加对策、减免租税等等等等哈，这些来看哈。那总共到2017年呢，韩国政府为差不多提出新台币6300亿元按度嘅钱哈来补贴。我想问一下陈老师，韩国政府这样的做法跟他们所相对应的这些配套，您觉得够不够？同样的逻辑，如果放在台湾农业来看的话，对台湾农业来讲，会是一条比较好一点的做法吗？刚刚我们3位影片上的农民，他们生产的有机的这个农业，他们是为了谁？是为了消费者。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忘了讲了一个议题，就是在整个台湾的贸易自由化底下，进口很多的农产品，损失的不是只有所谓的农业，还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这个议题。那比如说举例，我们从中国大陆每一年目前有进口240亿台币的农产品进来，那比如说蔬菜就有将近7万公吨，水果4万公吨，那这一些的安全我们有没有去顾虑？所以今天如果国内实施了一个叫做所谓的农业环境的给付措施，这个农业环境给付措施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农业生产里面所生产正面的环境生态文化的效果，你补助给他了，或者是他从事有机这样的一个生产，他不只可以因应所谓的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他又可以来所谓的确保我们消费者食品的安全。那这个本来就是农委会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因应的措施之一，这第一个补充。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说，那这么多的国外农产品进口到台湾了，我们吃到的农产品安全吗？我们的食品标示是不是有确定做好？这当然不是只有农委会的问题，因为又牵涉到所谓的卫生署，比如说食品管理办法。那我们只想问一个，如果我们台湾农产品，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竞争力，我们有我们的一个非常高的安全的品质的产品，问题是在市场上的讯息是混乱的。我们今天去买的农产品，如果政府可以做到说，让每个消费者知道说我的这个产品是来自于哪个国家，那我们觉得台湾的农产品是不怕贸易自由化，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是远高于其他国家。那这2个基本的配套措施，如果农委会连思考都没有思考，我们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所谓贸易自由化对我们的影响呢？其实我们在加入 WTO 之后，农委会就已经讲过了，我们农业要转型啊，要升级啊，或者说要永续啊，要友善啊，耕作等等等等。好，那有机无毒是一个大家目前在讲的方式。那很多的消费者也开始意识到食品的安全。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一些这个已经在转型做有机无毒农民，他们面对这一波的这个贸易自由化对农业的影响是什么？他们的心里面想法。唔是讲3档2档就随随通啊转型，就随随会晓了。哦，迄农业你若朝朝要学甲晓，差不多10年至8年吼，你才全部拢会当了解。运销嘛是啊真大问题。哦，你会当生产起来，啊你运销处理，爱运销有路唔得使。啊你若讲外国要搁进口入来，咱本身的产品什么移落去，嘛是啊着行入有机啦，提高咱这个生产的这产品的优良的品质出来。哦，啊！你是讲外围人要甲咱进口来讲啊，咱嘛会当有信心来甲拼啊。你只能更加成为附庸，没有错，我们可以一直跟着变动嘛。哈，现在有一个什么条款，然后我们就跟着做产业调整，再有一个条款我们再调整。但是到最后，人总是要吃的。那有一句名言就说，钱是不能吃的。你到时候你去吃钱吧。民以食为天，那产值没有那么高，可是它关乎的是生命，是生活最基本的东西。虽然 WTO 已经那么多年了，这一部分政府所作为几乎看不到啊。怎么看不到呢？你可以看台湾的稻米到现在，一个最简单的分级就做不出来。你如果说像跟日本一样，他们米分级得很清楚，好的东西。其实现在的时代，好多东西你不要担心说卖不出去。就农业角度，其实不是那么信任政府了。很多面对农业的转型啊，无论后生的还讲那种的，他种农业的迄种农民哈，其实都是转型做有机做无毒的迄种耕种的方式。其实受理的问题还太低的穷用，最后还给后生农民讲对政府还没有信心的哈。那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农委会。
我们就讲到转型嘛，哈，辅导农业转型，从20年前 GATT 到10年前 WTO 到现在TIFA，甚至未来的 TPP， 农委会每次都说要转型、要升级、要转型、要升级，可是我们的农民好像感觉还是很茫然，甚至觉得20年、10年之间，政府连一件事情，连分级制度都没有做好，怎么回应呢？我们先来讲分级制度。刚刚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农民讲到，转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10年是不行的。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你看台湾的出口，台湾的出口到目前已经从96年的30几亿美金，到现在已经是50几亿美金了。那你说这10年内没有成果吗？台湾的蝴蝶兰在这10年内，在世界发光发热。台湾的石斑鱼，台湾的毛豆，在农业方面，其实我们在出口方面是有很多的进展的。那我这里要特别跟各位报告的是，在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战略上、在目标上，跟在我们的谈判上，我们都做好非常严谨的准备。好，那我想问题马上请教我们的杜老师，就是说，刚刚我们肖副处长讲说，其实有一些农产品，个别农产品的这个输出的这个金额有增长，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从国外进口农产品的成长，恐怕远远大过于我们出口的成长。这个部分其实就像刚刚陈老师讲，它是稳定的下跌当中，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如果只看到这个，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我们这样谈是不是有点太一厢情愿了？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分几方面来谈啊。第一个，刚刚主持人也点出来了，没有错。我们的外销的农产品，这个产值增加，但相对的，我们这个进口的数量跟这个产值更高，所以这个差距是持续扩大到90亿美元呢。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台湾的确有部分的这个农产品的确是非常有竞争力，刚才也提到石斑鱼，还有这个毛豆，还有蝴蝶兰，还有乌鱼子啊这些，但是毕竟这些在台湾来讲还算是少数的啦。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推动这些政策，必须要目标非常明确，有了明确的目标，还配合一个完善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包括什么？包括法规，包括资金，包括技术，甚至包括所谓的市场这几个部分。我在这里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来说，日本他们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重要的政策，他们是有一个标准的流程。首先，他们会先取得所谓的法源依据，那所谓入法以后呢，他们可以编列预算，然后也可以督促政府来把它列为重点项目。然后编列预算以后啊，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计划书，还有一怎样非常明确的评估指标在那里。好，这些完成以后呢，他们是由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推动。那中央会给地方，不管在人力啊、资源、经费上是会充分的配合。最后呢，他们会结合这个地方的社区啦，还有这个所谓的社团，还有这个企业，大家一起共同力量来推动，好，让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完成。所以我觉得未来政府如果真的要把这些政策落实，我觉得要有新的做法。那关键就在于目标要非常的明确，然后要有一个入法的程序，然后要有非常强的执行力。我想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老百姓会认为它只是另外一个口号。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口号？我想请教我们蔡培慧蔡老师，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农委会过去也推出很多因应的措施，譬如说飘鸟，好，这个小地主大佃农也好，活化休耕地等等等等也好，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经过这么多这个农委会配套措施之后，农民的平均年龄还是60岁。并没有逐年的降低哈，务农的人口也没有因此增加哈。那再有说很多投入这个农业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他们还是从这个比较大宗的稻米哈去做这生产，并不是那些什么蝴蝶兰啊、石斑鱼这种高资本投入的这种所谓的比较利多型、利基型的农业来讲。好，这一次我们讲新价值链农业，对应现在目前台湾农村的实况。您觉得新价值链农业这个配套够扎实吗？它会成功吗？
现在的新价值链农业哈，我跟大家讲，台湾现在是双轨的农业，一个是资本农业，就是非常高资本的投资，刚刚讲的这个石斑鱼或者是这个蝴蝶兰哈，那这些人赚钱的人是谁？他可能是台糖公司，是大企业，而且有一些科技业看到农业有利基，他就移转过来投资了，不是我们的农民。所以你的农委会的眼光看到的是谁？这个要告诉我们。如果你看到的是资本家，那你就是经济部的农业处，可以没问题嘛哈。但如果你看到的是农民，那我告诉你，你要看到在土地上生产的农民。你们说要把新价值链农业取代生产型的农业，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不管有什么样创造再怎么样的价值链，我刚刚举的鲜奶或者老师举的稻米，它的生产基地还是在台湾。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由经济示范区，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要从境外移入，在台湾生产加工，做一个品牌。如果这个是所谓的新价值链的农业，那我必须要讲，这就是一个毁灭台湾的农业。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台湾的品牌也贱卖了。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我们的陈老师，就是说，农委会已经提出所谓的新价值链农业，当作是一个未来配套一个大的方向了哈。那当然也有搭配的所谓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农业价值运销中心的计划。当然，刚刚蔡老师已经讲一部分，您对于这个农业价值运销中心，作为我们不管是加入 TIFA 或是签订 FTA 或者加入 TPP 的配套，您是乐观的吗？农委会里面的所有的大部分的人员预算都是集中在所谓的生产端，它对农业的后端的消费跟所谓的农业的教育的推广，根本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做这样的一个部分。何况他现在所提出来，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这是一个连对农业产值怎么计算都不懂的一个方式。他说要增加农业的产值，农业的产值是按照生产出来的原料去算出它的一个价格，比如说稻米，那乘上它的产地价格。他现在规范的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产品，包括动物疫苗，包括观赏鱼，这些都跟农业没有关，唯一有关就是茶叶。可是茶叶里面，他说进口的原料可以是国内的契作，或者是国外，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如果一个加工厂要去自由经济示范区去设这样的厂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用国内的台湾的茶叶，为什么？因为比较贵啊，所以我一定是用大陆的茶叶来制造完以后挂出去是台湾制造的茶叶，或是台湾制造的茶的加工品。那谁得利？当然是厂商得利。这个厂商得利的价值是没有反映到农业部门，反而伤害了我们原先农业里面用自己的茶叶出来挂台湾制的这样茶叶的一个品牌。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不是一个所谓的因应的措施，它反而是伤害了农业。那刚刚陈老师跟蔡老师提到说，到底我们的农政单位或者我们政府看到的是哪一群人？到底是在土地里面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那群农民，还是农企业的投资者啊？这两者在身份上面有很大不一样。虽然他们都务农，但是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啊。那看到的人不一样，做出来的因应对策就会不一样，产生很大落差。那农委会这边是肖处长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所看到的是哪一群人？那你们的对策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我想我要特别说明，农委会看到的农民、农业绝对是跟各位老师所看到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农民，这一定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那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我们最近得到的讯息，就是像欧洲的贸易商，他说他从大陆进口的东西他不要，他一定要台湾制造的东西。那你就知道台湾的安全品牌是有多。可是如果只是台湾加工，并不是台湾生产，那我现在要讲农民的意义不一样。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可能老师他们会误解说，我们只是进口国外的原料进来，然后加工再出去。当然这是一部分，但是我们也要鼓励园区的厂商跟我们的农民去做契作，他不排除契作，比如1%是跟台湾契作，99%是国外进口原料，也可以挂 MIT。我们要挂 MIT， 一定是彰显台湾农业的价值，要符合我们台湾所有的规范，不会去让我们台湾的品牌受到那个污蔑。我要特别这样说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做很严谨的规划。那经济部会听取农委会这方面的坚持吗？这个完全由农委会在做主导，请大家放心。我想我们做这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有2个特别的意涵，一个是台湾制造产品、台湾品牌的延伸，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希望
能够提前来因应自由化未来的冲击。接着就请这陈老师开始回应好了。您还是反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吗？哈，为什么反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因为就是没有把农业的价值真正的在市场上呈现，所以农委会要做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它的市场里面没办法反映出农业价值，在经济学上我们叫市场失灵，导致市场失灵的就是政府要去介入，所以我才会希望说农委会把它所谓的介入的方式当成是因应之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台湾农业特性里面，就是因为它有生产太多的生态环境、文化的这些价值，透过类似韩国这样的一个农业环境给付措施，你把这样的一个补助措施补助给农民的时候，就是让它所谓的市场里面的一个外部的价值内生化。我想问题接着请教我们杜宇杜老师，就是说，台湾其实是全球第10大农产品进口国哦。那从 GATT 到 WTO， 过去20年来，台湾的农产品的进口是逐年的增长，大幅的增长。当然，台湾农产品的出口也有增长，但是小幅的增长。如果我们跟美国签订 TIFA、FTA， 甚至加入 TPP 之后，台湾有没有可能进入一个全面农产品进口？而台湾农产品不但连出口都没有，连内销的市场都会逐渐的萎缩。这样的隐忧确实存在吗？还是我们多虑了？主持人也提到，我们从韩国的例子看到农民的力量展现出来以后，的确在所谓最后的谈判的这些保护的这个措施上面，他们的确是韩国也是争取到最多的这个保护的项目。我想这里也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想法，就是台湾的农民也要主动来关心自己的这个切身的问题，然后团结起来，然后共同来发声，来让这个政府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求。我想自助以后，人助，我想这一点，我想是我的一个呼吁。谢谢。好，那最后想请教蔡老师说，其实我想3位老师都一样，并没有就是相信说贸易自由化对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是有正向的这部分，但是对于农业这部分，一定要农业去当先锋吗？还是说我们的农业就是一定要被牺牲？我们现在只能在被牺牲的当下去讨论说，那你要给我什么样的补偿损失？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氛围一样，我们一直好像很悲观，在这个泥淖里面旋转。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为我们的台湾农村发出一点声音？那我必须要讲，自由化对大家有好处，必须要政府是有效的做再分配，也就是说，它必须对资本抽税，它必须要创造就业机会。可是我们会发现，加入 WTO 这10几年来，我们的 GDP 是成长了，可是我们的薪水停滞，我们10几年没有涨薪水，我们的失业率提高，我们的物价波动。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般的百姓没有享受到自由化的任何好处，谁享受到了？资本家、财团。换句话说，在台湾所谓的自由贸易是资本的自由，绝对不是你跟我的自由。如果我们真的要同意自由化，我们也必须要回头去要求这个政府应该更好的做好再分配。那这样农业的牺牲才有意义嘛？可是现在没有啊，现在农业牺牲了，可是我们一样失业率增加了。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要继续走自由化的路线？我觉得是一个大问号。10年前呢，港元世界贸易组织 WTO 实践，该用时农业费编列1000亿嘅预算来做农业方面嘅损失嘅补贴哈，结果当年100亿拿来做休耕政策嘅补助。现时看起来呢，农业费因为讲休耕政策从其下来对台湾嘅几个产业甚至国家安全都粮食安全都产生潜在影响，故所以休耕发发休耕体啦。所以可能讲10年前呢，所讲 WTO 实践对农业产生潜在影响，伊下已经适到苦果哈。伊下如果开始谈，然后美国谈那个 TIFA、谈 FTA、讲 TPP 等等，迄么用较新嘅思考的方向来看待农业，来看待真正到土地上生产嘅农民哈，我想咧非常非常重要嘅。今日去到呢个时间点，村民台非带来关心人议题，撒下来。那美国嘅 TIFA 嘅谈判呢，要溜溜咻咻来展开，都带领嘅农政部门其采用版型嘅机制，拿出用版型态度来保护维持农民嘅权益呢，还希望你会持续来关心，也想持续来收听村民台非。以上今日村民台非，感谢您收看，什么大家安息在非。